这个洪灾算断到南台湾，有网友登去台南的盐水，甲灾后15天的状况拍影片，讲世界拢也看到粪扫堆积，还佫有真侪民众等待帮忙。想袂到，予市长王伟霆点油做记号，讲这个影片已经伤害到每日无休困的清洁队员咯。这个网友真火大，回呛讲完全无任何人咧指责着清洁队。清了2个礼拜还在清，清不完呐。未来感。沿街路看到这个画面，唔敢相信，这已经是灾后第15天。整个塌掉，我看这个也要打掉重盖，这个没有办法修了。哇，它这个温室。有网友登来到台南咸水区处翕到这画片，讲有侪民众伫咧等人斗3天，想要到叫市长黄伟霆破文点名。起头就写无什么几段影片，伤害到的是伫咧热逼迫的所在，无眠无睡、为民服务的清洁队员，伫咧灾后中间的关键时刻，请团上正确的资讯。完全没有任何人在指责清洁队，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我要讲3遍。完全没有任何人指责清洁队，完全没有任何人指责清洁队，完全没有任何人指责清洁队。请你搞清楚这一点。所以在这3个礼拜里面，我们清了过去9个月的一个大型垃圾的一个垃圾量，在隔天就完成清。可是透过这个 YouTube， 他在7月21号拍的，到昨天才把它上线以后，结果就造成了好像大家的误解哈。只是风灾过，搁落大风雨，台南真侪所在出现淹水灾。黄伟霆赶紧宣布后壁区停班课消息，真侪民众拢来骂遮尼晚才讲，敢是拄着困醒？那也及时宣布后壁这边停班停课，因为原先的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并没有告诉，就是说并没有显示出来这边会有强降雨。预估到半暝呀，落雨会愈强，南部民众都要做好准备。毕竟天灾人防，敢若希望损害会当降到上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